情之下有卖小食面的生意真好哦。台中逢甲有一间店，主要是咧卖家人的古早味的小食面，有这个面线，有天妇罗，有串冰。这里咧台中卖家人的美食是卖甲强强滚。 面线糊、乌链了串冰三种美食集中伫一间店里卖，这是逢甲新形态小食，安尼店租算开好。 我们营业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11点，所以当你来一整天来这边用餐，都可以做不同的选择。新鲜的鱼肠内有包大肠，汤头是以肉素甲柴鱼为主，这个是来自家人的古早味。是台北西门町非常有名的赛门甜不辣，那还有日本进口这个巨无霸的一个蟹肉棒，也都包含在这个食材的选择里面。 一年四季拢有伫卖串冰料，会使有消费者家己拣，无论是报道还是山仔青，这拢是用台湾上青的农产品做配料，消费者的反应嘛真好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